请将您的手机调成震动或关机，以免影响节目进行。拍照时请勿使用闪光灯，请勿在室内吸烟及饮食。谢谢合作，祝您有美好的一晚。各位贵宾，大家安安。我今晚的晚会拢无对我邀请，只有是知影的人来参加。真欢喜你拢是知影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有真认真准备，但是我毋敢社区来邀请。但是阮知影有足侪人讲要来，等者因会慢慢来加入。而且我有要甲咱说多谢恁来遮，然后有要甲恁拜托吼，特别咱的囡仔拢无用麦克风，只有一个有用尔。咱有两个收音的麦克风，恁若是直接讲话，伊嘛是共款收袂着。所以恁若是坐袂牢，了伊要讲话，请你来出去，请你来出去。今晚的准备，恁看了一定会感动。咱即摆就开始来欣赏。我真期待阿嬷较紧到。妈，阿嬷啥物时阵会到？阿嬷即摆已经准备要去坐飞机啊！你赶紧把性感布置就好，阿嬷来看到会真欢喜哦。多期待已久，圣诞节终于要来临。耶稣降世来，盼望赐下永恒的平安。众星照耀起来，迎接黎明。天地中天使天君保驾临。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总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礼物都是我们的，快乐欢笑大好声。现在不欢乐起，迎接圣诞节。准备着礼物等待家人回家过圣诞节，一起拼故事，一起唱诗歌，都是我最爱。众星照耀起来，迎接黎明。天地中天使天君保驾临。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总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是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天父带着本应该走出路，接受神的应许，走上无比的爱。众星照耀起来，迎接黎明。天天中天使天君保驾临。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总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这是圣诞节的意义。欢迎欢迎，里面请。不用这里哦，这里有现在口罩。
大家拢咧庆祝快乐的圣诞节，并听遐尼好听的圣诞歌声。我哪会听到叮叮当的声？爸，我会当上爱佩无？拜托啦！各位仔人咧拜托声。不过，我阁有听到别个声呢，唱歌跳舞的圣诞歌声，你敢有听到？我认真想要听到迄好听的圣诞歌，不过我听到手机咧吼的声。喂，水某的，我准备回去哦。你毋是咧加班，哪会走转来？阿斌啊，我即马要对高铁坐去机场哦。你去机场的时阵哦，爱记你挂手链哦。号召有站吗？有吗？搁敲定一个啦。喂，爸，我会准时到啦。好啦，我甲你讲，大家拢转来，我等你转来。伫咧疫情期间，伫台湾能够会当这么尔的自由，真正是足幸福的啦，是毋是啊，咪咪？你带这是啥物物件啊？这是小苗啊吗？是西藏獒犬。吼，你可真趣味呢。你无信哦？毋是啦，但是这敢真正是西藏獒犬吗？当然是真的啊！安尼我敢会使摸看卖无？歹势，没问题。伊才出世有无偌久，伊是我的圣诞礼物。伊叫啥物名啊？咪咪，咪咪，咪咪毋就是苗仔的苗吗？安尼你要带你的喵喵要去倒？是要去阮阿公家啦？你要去倒位？你嘛要去你阿公家过圣诞节吗？当然毋是啊，我是要去垦丁过圣诞节啦，遐有海边、沙滩，偌赞嘞！咪咪咧讲啥？咪咪讲伊毋知影。你敢有听到？你讲迄个人咧讲声吗？毋是啦，你敢有听到？看到啥？煞煞去啊！你无感觉真奇妙吗？真奇妙，啥物拢奇妙？圣诞节不是拢共款吗？真好听，会互人有足平安的感觉呢。我知啊，圣诞歌曲拢有人平安的感觉。若是安尼，我听到圣诞歌，我就会变是讲我爱听。世界都在唱，不是欢腾，像是我们的祷告。一起来颂扬，从台虔诚敬拜，就主耶稣悄然降生。泪在笑声，小玻璃盆充满着盼望在人心中。明天宣告声唱提醒我们，圣诞节终于来到。救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际传扬和平福音。基督的光，给你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圣诞节。在路上听见诗歌，如此熟悉的圣诞旋律。遥远是高声响起鸟歌，荣耀归于新生光。孩子大人唱着圣诞铃声，期待圣诞节赶快来。教堂里大家唱着平安夜，从在风中平安的花。救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传扬和平的福音。基督真光，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快乐，这就
我会加班啊。但是我就是想要等你甲恁做伙过圣诞节啦。妈，若是你毋知影安那坐飞机，你会当去问服务员，叫因带你去。免烦恼我啦，含是捌去过啊。你有看到新闻无？我毋知影呢，伊有可能就搁伫咧卖所伪装啊。喂，家好啊，爱做乜多啊？兄弟，你敢知无？即个外口哦，咧落大雨呢，枪仔会准时开无啦？真正假？遮尔衰哦。好啦，安尼我先去垦丁等你，你豆豆来哦。妈，你头壳有无好？机场会当帮你准备轮椅，有专人帮你扫。免烦恼，我会平安到你遐。妈，你唔通勉强啊！我知。喂，好嘞。啊，你差不多几点会到？我差不多6点半了啊。你甲囡仔会来甲我食无？咱做去外口食饭。会啊。你嘛来遮等车哦？走啊，我对无兴趣啦。我看是有人捡着穿啊，我也无讲啥。哦，伊是阮阿姊啦。吼，伊看起来真温柔呢。哎。心怡，你总算回来啊？心怡，咱要去坐车。我看人囝的父袂当跟做去9月3到明年礼拜。你哪有讲啥？赶快，讲你吼，每一届我无伫咧厝。歹势，我知啦，我是老板。列车要25分钟以后一站，搭乘本列车的旅客，请前往月台候车，就请是写做月台通票。等待了这年，终于是2月，我终于要回家去过圣诞节。我要回家去圣诞节，和家人一起过，说故事和唱诗歌，都是我们最喜爱。我们等待了一整年，终于要回家去，一起庆祝小强耶稣诞生了。把大家都聚集回家过圣诞，我们回家去圣诞节，与家人一起过，说故事和唱诗歌，都是我们最喜爱。我们等待了一整年，终于要回家去，一起庆祝小小耶稣。准备这皮箱的礼物，要带回家送给家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快乐欢笑声，永远存在我们心中。请搭乘137班次的旅客注意，因为天气无好的关系，列车延后半小时，请大家伫座上休困。有上新的消息，阮会通知。感谢大家的配合。能来得及回家吗？回家过圣诞节，我已经期待很久，要跟家人见面。还能来得及回家吗？回家过圣诞节，我们已经
期待了一整年。圣诞快乐！嗨，圣诞快乐！真歹势，我面通无啥好。不要紧啦，时阵我嘛去忙我的。安怎讲嘞？我唔忙，咱一直听着其他的玩家，就亲像我甲伊讲，圣诞节莫一直吵，毋过因摇是一直吵，根本就无听到我的讲啥。你爱好好珍惜即款的时阵。啥？我讲爱好好珍惜。我这要互伊讲我起笑啊，是要安怎好好珍惜？囡仔要大汉是真紧的哦。嘛是啦，啊，你家己带因出门无？我，无啦，阮翁姊人伫遐。啊，真好，搁我咧。啊？啥物安尼讲？伊毋是永远我咧，你知吧？咱的先生，旧年我的先生过身啊，想袂到伊遐尼紧就离开我，一天度。真歹势啦，我互你想起艰苦的代志。我嘛捌失去我的第一名翁婿，迄种痛苦我知影啦。若安尼，你要去倒位过圣诞节啊？因为疫情的关系，美国遐个孙仔无方便转来。我的查某囝邀请我，甲因去美国过圣诞节。因惊我无聊，爱我去甲因倒一餐仔。老啊，惊惨，遐个孙仔真老惨。我知影啦，囡仔就会吵，不过嘛会真快乐啊。我这个年纪的人，无爱老爸，嘛无啥物遗憾。不过是圣诞节嘛，咱嘛要互家己快乐一下啊。我知影，这个孙仔一定足喜人你运动运动。你足乐观的呢？可能我需要一个真正的圣诞节。因讲圣诞节充满惊，但是我真孤单，无法度想大家拢离开我。是啥人会甲我讲，为啥物无听？为啥物梦想无搁伫遐？为啥物我听袂着实在的圣诞歌？天使无介意，上帝你伫倒？我需要你的几粒加添我心事，我需要你的听安慰我受伤不平的心。我需要平安，陪伴我行一条充满艰苦、悲伤的路。求你相思，圣诞梦。较早，我总是会当听到遐快乐的圣诞歌声，不过。自从我翁婿过身了，我就拢惊。我人生无搁盼望，嘛无搁有希望，就像我的人生失去方向。哦，上帝啊，你为啥无保守我？
敢会当将愿望赐予我？因为就算我像是我，也真侪心担这，嘛是感觉真失望。主啊，你伫叨位？我需要你的为了家己我心事，我需要你的听为我受伤不平的心灵，我需要平安陪我路行一条充满甘苦悲伤的路，求你相思。顶天就是我想要对你讲。是咱拢需要互我领受。哦，主应该充满疼，但是我感受袂着。我想要回去原家，充满疼的你的家。受伤不平的心灵，我需要平安，为我路行一条充满甘苦悲伤的路，求你相思，平安喜乐，圣诞恩望。亲爱的，迄个车一直延迟半点钟呢。你真正有在做，莫吼每一届甲我讲尔。好啦好啦。兄弟，你敢知无？即马所有的车哦，拢较慢才会开啦。即马外口的落大雨，我毋知啥物时阵才会去垦丁呢。我已经到呢，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哎呦，毋对，我要去海边，就是海边啦，哈？你讲啥？我这讯号无好，你讲啥？听无？我讲，这边足好耍的啦，你赶紧来就对啊啦。喂，是有了紧无？哪会还袂到啊？喂，爸，放心啦，我平安等伊到厝。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平安暝大家拢爱做伙啊，哪会还佫还袂到啊？歹势啦，我知影今日是平安暝，我会赶紧转去到厝。好啦。好啦，我叫陈娇，迄是阮翁志玲啊。你好，我叫小美啊，叫阿美姐就好。阿哥我是因的细汉查某囝，我叫叶婷，小欢喜是西里的。哇，真古水佮真有礼貌的囡仔呢。有阮大侄囝，心怡。你莫想济啦，真摆少年人，3C 产品用伤济，袂甲人讲话。阿美姐，我要叫迄咖啡，你要来一杯吗？爸，我哪有啊？你当时咧啉咖啡啊，我哪拢不知。闻起来足香足好啉的啊！嘿嘿，闻起来甲啉起来感觉足无共款哦。爸，拜托啦！我哪会听到有人咧拜托声？不要紧啦，圣诞节嘛，欢喜就好啦。好啦，各位今日圣诞节，我着同你买你人生中头一杯的咖啡。阿美姐啊，你要啥？阿美姊，啊？食等伤久啦，翁志玲要去买咖啡，你要啉啥无？一杯
小小的物件，感觉嘛袂歹。对，我嘛是。啊，你要啉啥汤嘛是？好啊，我决。讲哦，我要登去志明、伊豆，甲因个厝内人做伙过圣诞节。我感觉上赞的就是连阿妈少会晓煮饭的，安尼我甲志明就会使好好放轻松，连煮饭也会使食到香港港的料理呢。啊，对啦，因阿妈煮的鱼汤上好食啦，搁香、搁 Q、搁绵凉脆气，拢食到有罪恶感啊！你真幸吼，有一个教煮饭的大家。亲爱的，亲爱的，你才相信我啦，我一定会回去的。哦，相信你啊！啊那你有甲你的囝联络无？有啦有啦，不过我写一封给伊啊。喂喂喂，喂，讯号太无去。喂喂，爱好我把即摆幸福，才像我，搁较晚甲我的手表转转去，嘛无法度转去较早。过圣诞节嘛无幸福的感觉。有人要啉咖啡无？即句我都有听清楚。这是家豪，是一个做热心的少年人。伊看到我徛较像咖啡，就来甲我斗相共。嗨，大家好，我是家豪。多谢你。什么是咖啡？咖啡吼，互你规个人拢爽快起来。啥？你讲啥？我有当听。你讲咖啡会互人轻松？无毋对，若是无咖啡吼，我阁真正毋知我无聊的大学生活要安怎过啦。就互我来慢慢甲你讲。It's been just been from some great friends having spent.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de me feel like I'm the man. It's only in a cup. My games go on time. Instead I really back when I feel high. You don't remember how you made me. My friend came inside you were changing destiny.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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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Best I can s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better. Coffee, coffee. Best I can see, better. The chai and I know you're green. 你敢甲我会当啉咖啡吗？你就啉看卖，你就知啊嘛。哈？ If you need a little love, but it's early afternoon. I can say I want your day just flying right by you. Maybe it's all that is what you need. But it doesn't mean anyone to breakfast in maybe.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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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Make it better. Coffee,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So try it, I know you agree. You can open other people, open the of the sleeper, And chase away the winter with a pipe in bubble steam. So just came in at my word. 听我的一定对啦。It's a little bit of miracle that got some tim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you day to day may be. But when you get inside of you, it will change your destiny. Coffee, coffee, coffee.
I know you believe. Just try it, and I know you agree. 我甲你讲啊，你慢慢吼，就会介意这个咖啡的味，然后你就会爱上咖啡。妈，我会当你看卖你的无？当然会使啊。妈，你的拎起来亲像生用牛奶糖啊，无啥物嘛，就好恁个。少年诶，你倒位人？你要转去过圣诞节吗？这恁就唔知啦。我吼是要去垦丁过圣诞节啊，去遐深水浮潜，偌赞嘞！啥物？你无要转去厝过圣诞节？但是阮家夜晴也是心里甲我讲，伊无要转去厝甲我过圣诞节，我应该会足伤心诶。好啦，这恁就唔知啊啦。阮爸吼是一个规工拢咧做工课的人啊。等去厝诶，就剩我甲阮妹妹，阮妈妈嘛拢咧无闲教会的代志，安尼转去偌无聊啊，偌无意思。垦丁浮潜应该是真好耍，不过我感觉你的父母还是希望你会当转去看卖一下。我无想要讲这个，我看时间差不多啊，我应该来准备去坐车，再见。即摆有做一个真款的影啊，恁的父母应该足失望的啦。我的电话敢若咧响呢？伊是迄是列车要出来来啦。庆姐，你列车刚刚开啊吗？未啦，不过紧啦。好佳哉，我拄仔算咧的时阵哦，开始操突然就喘嘞，袂去注意到时间啊啦，啊迄边也听唔到广播的声音。你头讲想过啊，甲你选礼物嘛？你讲这哦，这是以防万一的礼物啦。是安尼啊。你住政府区吗？有啦，我因为工课关系哦，而且出差一礼拜，也毋过哦，我临时决定要倒去厝内，甲阮某甲阮囝过圣诞节。是哦。车票嘞，买啊吗？当然啦，临时决定叫人买着车票，这真是圣诞奇迹啊！刚才上帝。各位先生们、女士们，请注意，由于天候不佳的缘故，列车将在延迟，请大家耐心的等候及谅解，谢谢。各位先生、女士，请注意，因为天气不好的缘故，列车将在延迟，请大家耐心等候，多谢。这就是你讲的圣诞奇迹哦。我想哦，我即摆需要就是圣诞奇迹。我有一个 idea。我哪有甲即个主意甲喜乐恶梦等等有关系？无对，圣诞节就是应该啉烧烧的物件，唱一个歌。既然阮拄则啉了咖啡，不如咱做伙来唱。心仪，那你的耳机摕落啊？咱做伙来唱圣诞歌啊！阿碧姐啊，你总是想要听啥物圣诞歌啊？我细汉的时阵，就敢若甲心仪共款的年纪，我的目睭细细，想想真天才，咧唱歌，鼓样人咧庆祝耶稣降生，敢若会当看到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迄一夜。
是你，如果是你，拜托一下，莫搁过来好无？我才拜托咧，我对你无意思好无？我只是足无聊的。我是无相信，像我一个，你到底咧创啥？你吼看起来一点仔拢无期待圣诞节呢。我只是对圣诞节无啥感觉。我捌你的意思啦，我嘛对圣诞树过敏啦。我毋是迄意思，啊无咧？应该是讲我无遐尼相信圣诞节。啥物？你无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吗？我对圣诞老公公无啥意见，只是对圣诞节无啥感觉。哈？耶稣降生是我对细汉听到大汉上赞的故事呢，而且耶稣降生拯救世人，这毋是上好的福音吗？是真好的福音无毋对，只是我无想要个相信。好啦，我去买咖啡啊。我陪你去啦。即摆已经会当感受到圣诞节欢喜的感觉。是啊，好啦，叫成交，我是你去。哦，你就是拄则讲报参观会来去的声哦。也行，讲的会礼貌。袂要紧啦，而且讲过的人是我无毋对，毋过你袂烦恼，你着顺利转去厝。若是讲地差搁再延迟，我嘛会直接回您。因为在出外声最好改呢，互等菜人都袂无聊。这个歌你较好是一歌足水的记，我想你太太嘛爱这个歌。伫每一摆圣诞节，拢会伫教会大讲题，我会唱圣诞歌。但是我想，因为可能无这个机会。厝内拢无人吗？也毋是讲无人啊，但是圣诞节总是希望大家会当斗阵做伙啊。听起来你的囡仔已经拢大汉离开厝啊吼。嘿啊，我有一个查某囝仔咧读高中，一个大囝咧读大学，但是我想，家家都有难念经吧。这个。我有一个10岁查某囝，心宇。安尼你应该就想要赶紧倒去厝的，安尼过圣诞节嘛。无啦，心宇今年甲伊爸爸咧去南国看，伊若讲，所以厝我搁外猫仔伫厝。我应该嘛爱饲一只猫仔来陪我，较袂无。阿美子啊，爱确定呢，饲猫仔足麻烦的哦。是，按凊彩讲啊，你也拢试过。歹势啊，咪咪，我相信你的猫仔一定足高水的。高水。伊哦，伊有一点仔真实，看啦，用真实证明啊，较好。你是往从倒？你家会当饲狗啊？这个建议袂歹哦。我推荐你饲西藏獒犬。你饲的这就是西藏獒犬哦。是啊，伊的名叫做咪咪，我要查转去，互阮阿公看，阮阿公一定会叫阮家己耍的。阿公看到西藏獒犬，应该是会烦恼家父王家歹去吧？心病。你今年的圣诞节要伫倒位过？我今年咧伫阮教会平安夜礼拜中，大年第一摆大型的比赛，我真正足紧张嘛，足期待。安尼真好啊！嘿啊，我嘛是放心会当甲我转去过平安夜礼拜。我知影，新年一定足期待甲你做伙过平安夜的。阿姨，你嘛会当伫遐唱啊？我来做新语，你就是新语伫咧你家听你唱歌。你做大声的，毋过袂用的啦，我无法度伫遮，你大家面前唱。为什么？唱歌不是一件足快乐的事吗？嘿啊，免烦恼啦，阮大家和你做伙唱。袂用的啦，伫遮唱，袂足紧张的吗？不会啊，我规暗拢伫咧遐唱歌呢。好啦，那安尼，我就伫遮暖嗓，当作是彩排练习咯。主耶稣升起天上，
诞节天同庆日子，要让世人知道主子平安。祝福生命，成为盼望的记号，是世人都的交集与照余生的心像夜和花消失，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在月光中歌颂你。我愿以全心来称颂你。我愿意用一生服侍你，我愿承认我己，献上我所有，因为每个气息都你所赐予。我要每天向你唱新歌，永永远远。赞美你，是世人的交集与承诺。分手，分手，我自不能赞美，一生欢喜像夜和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我要歌颂耶和华，他的慈爱永长存。我要赞美耶和华，歌颂他。无互我来约看卖，你为虾米无介意圣诞节？恁爸是咧创啥？无重要。敢是牧师吗？毋是，但是差不多啦。哦，迄敢是恁妈妈吗？哦，是啊，伊伫我7岁时阵就结婚这年啊。啊，恁即摆要去哪过圣诞节啊？要去这年妈妈因兜过圣诞节，所以伊妈妈毋喜欢真正阿嬷，听我嘛就爱我的。哈？你竟然甲伊甲老人做伙？若是我吼，才坏咧！我要去垦丁浮潜生水，哦，偌赞的，还有沙滩的阳光，个比基尼辣妹。听起来袂赖哦。啊，毋过你陪我当想，是要想啥？你无转去，毋袂伤心吗？哦，毋是甲你讲过少侪摆，少侪摆。阮爸吼，规年拢伫咧外口咧做工课啦。
所以对你这个问题吼，我只有3个字啦，唔知啦，嘛是唔知。啊，好啦好啦，我无想要讲啊，讲到这就好啊，我要去准备坐车。各位贵宾，很抱歉，由于天气状况不佳，为了您的安全，本班次列车将延后至明天早上。造成您的不便，请见谅。各位贵宾，真歹势，因为天气状况无好，为着您的安全，本班次列车延后至明仔时，造成你的不便，请原谅。啥物你啦？你到底是叫呢？哇，那安尼，阮今暗唔着要困伫咧车站，我想咪咪应该足欢喜的，是毋是啊，咪咪？讲无讲的车搁要延迟，恁敢有听到？明仔才开啦。那伤心啊！我知影今年圣诞节对你来讲很哪会安尼？我无想要踮伫咧我空空的厝内，特别是伫咧这个圣诞节的时阵。我了解啦。啥？我讲我了解。你哪会当了解咧？无人会当了解我的感觉。看到你爱的囡仔，一个离开厝，最后连先生嘛离开。当年的过年过节，我传囝啊搁孙仔爱食的物件，希望因会当回来。有年因拢回来啊，但是今年搁剩我一个。我真歹势，讲你知影的消息。这嘛是我想要告诉阮太太的消息。你的问题啊？我嘛是安尼讲啊，但是。这个圣诞节真是惊喜连连呐！市民点点啦。妈，我想要一家人去平安米。心仪，咱无摆算呀。咱若是明日要去厝，我袂想明仔透早第一班车。人生就是安尼，真侪时阵是咱无法度通选择。我无法想象今平安夜在车站，无人是敌人一起。我没办法想象，我在车站整晚，想不到被困在车站里。应该与家人一起过，一起尝试这民族圣诞节故事。用心机分享着你，讯息闪耀，真实释放，令我走向前。圣诞节，圣诞节。办法。爸，歹势，我今日暗时无法度回去啊，明仔透早高铁才会开。好啦，不要紧啦，平安上重要啊。我找咱某交代啊。我一直甲大家讲，无代志的，哥，真正无代志吗？我还要等多久，才能来得及吗？不想一直就这样等下去。花前面。
到的，我哪拢听无圣诞音乐？为什么？为什么？我还不能给下去？我已经不期待。为什么？为什么？我距太大，无法启程，家人们一定很失望。我决定今晚你的安眠。为什么？圣诞节拢差不多嘛。我拜托你，莫搁讲差不多啊！啊无我甲你讲真赞真水吗？伫车站过平安暝，足有气氛的呢。我知影，我知影。虽然咱袂当选择伫倒位过平安暝，不过至少咱会当选择咱用啥物款的心情来过吧。我拜托你，莫搁讲大道理啊啦！可是你不互我讲出来，我多谢。虽然今暗咱袂当伫教会过平安暝，想看来哦，圣诞节毋就是爱转去厝，甲爱的人，搁有你爱的人做伙过吗？做伙倒伫圣诞树，做伙开礼物，搁有做伙讲笑。圣诞节上重要的，毋就是请吗？而且上帝毋就是早就甲这份礼物互咱啦吗？伊就是耶稣。伊妈的哩，毋就是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吗？无毋对，上帝赐伊的独生囝，互世界伊要来平安救阮，敢毋吗？就算咱无超通者，伊也是遮尔爱咱，而且咱全家人嘛拢做伙啊。虽然我规年通去拢想要转去厝的巷路边过节，不过我想无论伫倒位，拢会使了解到上帝的名。就算互困伫咧车站，咱阁会当庆祝圣诞节。虽然我家己一个人嘛会当过，我甲我的猫啊，家己过啊。啊，大家是咧照样造句吗？志明，不要破坏气氛。我讲真笑的嘛。有啦，我等下安尼，咱等下去商店街遐唱圣诞歌，报开好无？咱嘛会使交我礼物，做一个，咱就去买礼物，如果袂当抽看。来，这尾互你。是互我的吗？无毋对，为着庆祝平安，希望是平安年啊！圣诞快乐！没有。帅，酷毙了，是焦糖玛奇朵。等者，伊敢会甲你中毒啊？我只想就算是圣诞节上来，我改款。哼，真诶就死啊！你个人哪会看起来遮明显？爸，爸，你伫遐创啊？爸，免讲嘛知，伊规工吼一早一直讲电话啦，一直讲做工课的代志，对头到尾根本无认真听过我讲过一句话啦。高，啊你哪会遮？你毋是去垦丁啊？我是要去无毋对啊，啊你哪会搁伫遮？我以为公司口才出差一礼拜啊。我就知咧，搁是做工课的代志。啊，今朝你的电话啦，你的客户咧等你。毋是客哦，是你妈。水某的，你刚才我拄着啥？伫车站非常有像。我拄着咱大囝家豪啊。家豪，干嘛我讲我一下？我呀，紧点啊，讲我一下啦。喂，妈，啊，你毋是要去垦丁？我是要去啊，但是车拢较慢才会开啦，所以明仔载才要去啦。家豪，我甲你讲，你好好甲你爸讲一个话啊。妈，拜托你莫哭啦，无代志啦，好无？好啦，我嘛爱你啦，好啦，再见。好啦，啊你，我等下就去靠你啦。拜拜拜拜。毋
啥物妈妈拢遮尔爱哭啦？伊是足想你的，但是我嘛足想你的。你呢？你讲你足想我，你莫讲耍笑啊！今日是平安暝，你嘛无伫咧厝诶。安尼，我今日一定特别甲公司请假，要等你甲恁妈过恁妹妹过圣诞节啦。是啦，迟到总比无到搁较好啊。唉，刚好，安尼讲啦，刚好。我知啊，足侪时间我拢无伫的，你需要我的时阵，我拢无伫的。我知足受伤的，但是刚好，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你敢会使原谅我吗？我毋知伊为虾米要遮尔无用。你逐摆拢讲家庭是上重要的，但是你讲的一句话，你无一句是做会到的。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原谅你。啥物？你若安尼甲你爸讲话，你知无？我一几年喊你想阮爸，不过即摆已经无机会啊。恁爸拢甲你回息咧啊，你搁咧想啥？就亲像你同我讲的啊，上帝爱世间人，所以才有圣诞节。只有对天的爱是无法度挽回，父母对咱爱嘛是安尼啊。拜托你莫讲啊，你家己也毋是共款。莫讲，你要好好把握这一切，这是你唯一的机会。爸，其实我嘛足爱你的，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会使有搁较侪关心，会使听我讲话，会使搁较侪照顾我，来陪伴我。我其实嘛足爱你的。有囝，虽然这段时阵我拢无伫咧身，但是我应该做，就是为了你甲你妹妹啊，通知读大学念好，所以我希望你能更加努力，做工，赚更加侪钱，你甲你妹妹过较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妈妈想讲，爸爸为着咱做工课真辛苦，但是我无想到，竟然是为着我，想要互我伫台大的时阵无负担。爸，是我袂晓想，歹势是你爱原谅我才对。爸，要紧啦，爸，歹势啦。没啦。等下，我听到啊！老弟弟，你听到啥？我听到圣诞节美妙的歌声，你敢有听到？有呢。我有听到啊！对啊，就是这个声音。我听到，我的耳孔总算是听清楚啊！哇，真正是奇迹呢！你总算讲出差不多意外话啊！这是帮阿妹你也好啊。注意了的圣诞节礼物，从我们一年所求所想，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万代，神成就大事照着我们心里所想。奇妙的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带着盼望和亮光指引道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
界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耶稣基督的这招生荣耀，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奇妙的圣诞带来无比惊喜，在盼望和亮光指引道路。上天的慈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现在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透早的头一班车，不过阮兜就伫咧这附近，行路几分钟就到。哦，我甘愿甲恁伫咧遮做伙，嘛无爱转去。那若无，恁做伙甲我转去过平安夜。但是咱一大堆人呢。无问题，欢迎恁大家。一样就到啊哦。那安尼，咱做伙来参加阮教会平安夜礼拜，有无？喂，好呢。无问题啊，恁阁会当听到你美妙的歌声。安尼就好诶呢。欢迎第一排，迄个加油诶！妈，拜托看安尼啦。真想即摆时哟，笑。刚好，爸，我有一个物件要互你，这是以防万一的物件。哈？以防万一？以防万一哦，你有转去厝内。先拍开，卖开话，你拍开。哦，这是，爸，其实你送我一罐水，我嘛是足欢喜的。这是我上爱啉的咖啡呢。爸，你哪会知我上爱啉这种咖啡？做恁老爸哦，当然知你介意啥物啊。虽然讲你今年无转去厝内，但是我会当伫车站遇到你，对我来讲足幸福啊。既然今晚车拢无要开啊，无，你感觉你做去暗暝前头过平安夜好无？好呢。好啊，我想今晚所发生的代志，我一世人拢袂忘记的。而且爸，我咧想，阮朋友虽然已经去垦丁啊，但是因会伫遐一礼拜啊，我想我这时阵就先甲你转去做伙过圣诞节，好无？这个主意袂歹，我想你妈妈应该会哭。只是我的交通费可能需要你赞助一下啦。嘿，对爸爸妈妈这边知啦。来，既然我做得遐辛苦，来讲，不管你做飞行机、普悠玛号、自强号是高铁，拢会使啦。谢谢爸，嘿，对台北到中华拢会使啦。谢谢爸，会使无？想袂到，上帝，我这么多人的陪伴。你想不起来哦？圣诞节是奇妙，佮充满温馨的节日啊！是啊，不过今年无共款，上帝无我一个超乎意料的圣诞节。我嘛无想过今年会去恁家过圣诞节，我想咪咪嘛无想过。是啊，就是咪咪。卖烦恼啦，其实咪咪是一家，拢好了吗？调皮嘞。重新唱摇起来，迎接黎明，心灵中天使天君保。
感觉孤单无伴，忧伤，互我听袂到圣诞节快乐的歌声。毋过上帝，互遮尔侪人陪伴我，阁互我听到圣诞节的歌声。即嘛我心内充满疼、平安甲喜乐。大家做伙来阮兜，甲我过平安夜吧！不要的圣诞节礼物，我们一边所求所想，在耶稣基督里得
告天地，圣诞节礼物。圣诞节充满了盼望，带给生命的意义。上一次的时刻，圣诞节礼物。这出戏最重要的伊的内容，伊咧讲起，伫人生中间有可能咱会拄着真侪不可想象、不可预期的困难，但是不要失去信心、盼望跟相爱。因都一定是搁想这出戏上着咱的教会是一间一起演戏的教会，咱的教会足细间，但是对去年到今年，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贡献他们的专长。有的人无啥会晓演技，亲像小妇人，但是小妇人有工程师的才华。咱的布幕迄条从头到尾钢管撑着那个布幕的。迄个工作就是小妇人所做。咱所穿的衫有真侪所在拢是出自于素姬姐，伊一针一线安尼慢慢做。我毋是干那学了这两个人。各位弟兄姐妹，咱的教会是一起在演我们的生命的戏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棒，不要看轻自己。今日这出戏中间是咱的囡仔献互咱的。咱的囡仔，他们从心里面喜欢这个教会。因其实足无用，足侪人因出国去读册，但是你敢知因的心拢伫教会。这3个月、2个月中间，因想办法要回来到教会里面，参与每一个彩排、张制线，最慢。最晚的晚班的火车来到田中，然后才接驳来到西中，已经拢无车，对溪州用行的都会跌倒。这个故事咪真个假我唔知啦。伊甲牧师讲，因为暗差不多10点左右，行伫迄个路中有一只拖拉机的车甲伊讲，你需不要我载你一程？这听起来介像是咧编戏剧。他回到教会太高兴了，伊个压落去去抱一只阮兜迄只汉伊迄个手机佮对他家来咧烂坏手机荧幕又个全部都。破裂了。牧师想要拿帽子去给大家募款上帝给我们这么相爱的教会，也意识起我们在一切的困难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起走过。谢谢你们来，我想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咱的亲人，他是上帝赐给我们家庭最宝贵的。盼望，就像主耶稣是咱的教会最大的盼望。刘一鸣是咱这个身为导演跟音乐总监。咱所有家的朋友拍手我要甲咱的长子拜托一项，就是咱的教会需要灯光，因为伫10月有咧重新买麦克风跟音响，有咧考虑要买一个灯光，因为牧师
捌听过姊妹甲牧师讲，牧师你吼咧讲道直播，你的面拢是哪张？我搁讲一摆吼，咁牧师咧直播的是你的面拢乌的。我就咧想讲，咱的教会是足水的礼拜堂，咱拢足欠，要买食物件拢足欠，但是今日阮咧想要买咱的荧幕或者是即个头灯啦吼，但是报价来讲12万，其实我看了嘛足唔甘的，所以是我哪会当贴着以后才买。但是看到因的演绎的时候，我才感觉讲，其实先了解先唔对吼，因为他们的演出是需要有一些灯光所以你这个所在，无论怎么不完美，其实我们的爱很完美。虽然咱作者所在还是不完美，但是我们的相爱是很完美谢谢大家安娜，祝福祷告，我知影啦。我今日有一个幕后的总导演，底下一直在搞比手表好。我要邀请各位来领受耶稣的祝福我要邀请大家来领受耶稣的祝福。天上的上帝，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邀请来的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求天顶的上帝你大大祝福，互我的朋友因甲我做伙领受耶稣的欢喜，我伫你的面前。诚心诚意，恳求上帝你对天顶的祝福，满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阮也为着即阵的青年，甲阮的教会，恳求上帝你互即个教会成做一个稳定满满的教会。既然进入即个所在的人，因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这是阮心中最欢喜甲期待的事。感谢你赏赐阮英啊，每一个快乐的暗暝。阮伫你的面前用祈祷，恳求你祝福，因为明仔载就是圣诞节的感恩礼拜，求天父上帝你祝福这间教会，祝福阮的厝边，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的身边的人讲圣诞快乐，好不好？